再來看花蓮市中慶市場加油站這邊啊呢，是來發生一件火災的意外。因為現場的鐵柱攏是用柴箍甲捲起來，所以火勢是傳了真緊。有一隻狗仔是挨無幾聲，就安尼碰見。加在今仔日早起，總算找到這隻狗仔。大火甲高煙一直衝出來，鐵柱真緊就規個攏已經燒起來。因為邊仔就有一個加油站，消防人員緊急架設真儕條水線，全力灌水搶救。這個穿紅衫的查某人一直在叫家己的狗仔，若不是迄隻狗仔惹門大聲吠啼醒，伊的主人就袂赴走出來啊！是他救我出來的。哥哥一直敲我的門，我才知道這個事情，我就起來看一下，哇，煙全部都是煙。哎呦，天啊，奶油在哪裡啦？這件火警是發生在14半暝，花蓮市中慶市場邊仔的鐵柱，唔知影什麼原因熊熊着火，因為現場攏是木造的鐵片厝，邊仔閣有加油站，消防局唔敢大意，隨派花蓮自強人力、利潤北部特搜等儕分隊前往灌水搶救。現場由於是鐵皮聯動的建築物，所以我們在搶救上遇到相當大的困難。它這個界面是4棟聯動，然後目前我把火勢控制住，那目前受到影響的是2戶。這件火警最後在半暝12點40分得到控制，閣有一寡殘火一直處理到天光為止。失蹤的狗仔來福嘛，佇早起轉來到主人的身邊。除了狗毛小可燒到，其他無啥要緊。若起火的原因，還閣需要調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